今晚食乜好？想煮就煮到。今日我哋煮嘅係涼拌萵筍。材料方面，萵筍1棵，蒜蓉1湯匙，辣椒1隻，鹽1湯匙，砂糖1湯匙，麻油1湯匙。萵筍去皮，將根批走，咁樣就得啦。再檢查一次，去除葉片，清洗萵筍，切段狀，切絲，加入1湯匙鹽，攪拌均勻後靜止30分鐘。攪拌一下，濾乾水分後加入凍水沖洗。用凍水浸5分鐘。揸乾水分，加入砂糖1湯匙。麻油1湯匙，蒜蓉1湯匙，辣椒1隻，拌勻，按喜好加入芝麻。完成，多謝收睇，希望你成功整到涼拌萵筍。